那我们之前呢，就是讲完了，就是遮遣去入之，还有成立去入之。那今天呢，就是从心心所开始做讲述。那我们先看到呢，心的性相，就讲述到伴随自己升起的心所相应者是心的性相。那心、意、识三者呢是同义的。那这边什么叫做伴随自己升起的心所呢？那讲到伴随的时候呢，那最常用的譬喻来说呢，就讲到说心王跟心所的关系呢，它这种伴随的关系就如同说国王和眷属一样，就是只要国王在的话呢，那一定会伴随着呢他的眷属，或者说他的眷属呢就会围绕在他的四周，所以伴随呢就有这种围绕或者说呢跟在旁边的这个意思。我们呢，在还没有学习心类学之前呢，就是我们常常呢，就是在讲话的时候，常常会讲到说，哦，我感到很痛苦，我的心呢感到很难受，或者说呢，我想到什么，我想到什么东西。那我们在用这些名词做表达的时候呢，或者说我们在表达这些词语的时候呢，往往会觉得说，就是呢，感受痛苦的呢是心。那同样的呢，就是我在想事情的呢，也是心在想。这个时候呢，我们并不会特别把心呢去做一个区别，就只觉得说，好像这个心呢，它本身就具备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这种作用，它又能够去感受，然后呢又能够去想。但是学了心类学以后呢，我们就知道说，其实这些呢是要把它分开的。就是当我在讲说到说我想到什么的时候呢，我想到什么，我思维到什么东西，我想到过去的什么事情的时候呢，这个最主要呢其实是念心所的作用。那我们在想到说我感受到痛苦的时候呢，在没有学习的时候会觉得说反正就是心在感受痛苦，然后呢心在想事情。但是呢当我讲到说学了心类学以后呢，特别讲到心王跟心所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我感受到痛苦的时候呢，感受痛苦呢这个是受心所的作用。所以并不是说呢这个心呢它具备了这么多的功用，最主要呢能够感受到痛苦是受心所，以及呢能够思考呢是透由念心所。所以学了心王跟心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心绪呢跟心呢这两者呢做一个概率的一个区分，就是能够了解到说呢心和心所呢，他们彼此之间的作用呢其实是不同的，并不是全部都是好像一个心，然后呢它就能够去做各式各样的事情。那在这里呢，就是藏文呢是用抠这个字，就是与伴随自己升起的心所。那这边呢是翻伴随，但实际上呢，就是以抠这个字来说呢，它比较像是就是围绕的意思。那人家就说，虽然说这里是用抠堵群尾，就是用围绕着自己升起的心所，但是在有一些解释里面呢，它的藏文就是只是用伴随自己升起的心所。那在讲到说用围绕的时候呢，用围绕意思，我们在讲述，就比如说国王呢，他出门的时候呢，就会带着他的这一些的眷属。就比如说以我们现在来说呢，就是比如说一个国家的最高的这个领袖，那国家最高的这个领袖呢，就是他的下面呢就会有各个不同的部长，就像是卫生部长啊，还是教育部长等等，就是有各个不同的部长。那实际上呢，在做事情的呢，是这些下面的部长呢，他去做各个关于说像是教育方面的事情，或者说卫生方面的事情呢，主要是这些部长在做。但是呢，虽然说是这些部长呢，他属于真正在执行的人，但是呢，我们会讲说，哦，这个国家领袖他又发布了什么样的讯息，又发布了哪一些政令，就是感觉上好像是国家领袖呢发布的，但是实际上呢，是这些下面的各个部长呢，他在做真正的执行。所以新王跟新所呢，用围绕这个关系来解释的时候呢，就有点类似国家领袖跟部长的这种关系，就是真正呢有作用的呢，真正有作用的是这一些心所的作用。像是我们讲到感受的时候呢，就提到是受心所。那我们在想事情的时候，回忆什么事情的呢，就是念心所的作用。但是都会感觉呢，好像是这个心呢，它在作用一样，就是如同是个譬喻。接下来呢，就讲完伴随自己升起的心所之后呢，那讲到相应者。那在解释相应的时候呢，那在集论还有在是句舍呢，就是上下对法解释呢，就是稍微有所不同。但是一般在讲述到说相应的意思，相就是要说是相似，或者说是差不多的这种意思。那一般在讲说相应的时候呢，会讲到五种相应。那五种相应呢，就提到说是所缘相应、形象相应、所依相应、时间相应，还有值相应。
那在讲述到所缘相应的时候呢，就是提到说心还有伴随它的这个心所呢，它们两者的所缘呢是要同的所缘。比如说这个心的所缘境呢是平直的话呢，那同样的，凡是伴随它的这些心所呢，它的所缘境也就一定要是平直。那这个心所呢，它的所缘呢是平直的话呢，那它跟随的这个心王呢，同样呢，它的所缘呢也是要是平直。所以就讲说，心王跟心所呢，它的所缘呢一定要是同一个，不可能会有心王呢沿着平直，然后心所呢又去沿着其他的东西，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第一个呢，讲到说就是所缘相应。第二个呢，就提到说是形象相应。那所谓的形象相应呢，就是说他们所执持的方式呢，要是一样的。就像呢，如果说心王呢，它的所缘是平直，那同样我们讲说心所的所缘也会是平直。那在形象呢，如果说这个心王呢，它的所缘是平直，它把平直执持为无常的话呢，那同样的呢，心所也要把平直执持为无常，就是平直呢现其无常的这个形象。你没有办法说呢，就是心王呢，它的所缘是平直，然后把它执持为无常，但是心所呢，虽然说它的所缘是平直，但是把这个平直呢执持为是常法，或者说执持这个平直是有的，或者说呢执持这个平直是设法的，那这样子呢是不可以的。就是凡是心王呢，它所缘之后呢，它所执持的为何，它所执持是无常的话呢，那同样呢，这个心所执持的呢，也要是平直无常。那如果说心王所执持的呢是住执无常的话呢，那心所同样它要执持呢，就是住执呢是无常，他们不可能执持说所缘是平直，然后把平直执持为是有或是设法，这样也是不可以的。或者说呢，心所呢它的所缘是色，然后呢它把这个色呢其实是有的时候呢，那同样呢心所要所缘是色，并且把这个色执持是为有，而不是把这个色呢执持为是有法或者是无常，这样是不可以的。所以讲到说呢，所谓的形象相应呢，就是他们执持的方式呢是相同的。一般呢，我们在讲述到所缘形象的时候呢，就是要大家要区分清楚，就是所缘跟形象因为很类似的缘故呢，所以有的时候会搞错。所以我们要先搞清楚呢，就是所缘形象呢，它之间的差别到底在什么地方，而不要把两者呢就是混在一起。那这边呢，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就比如说呢，就是我认为呢，小明呢是英国人，然后呢，我的朋友呢，他却认为呢，小明呢，他应该不是英国人，他应该是美国人。所以呢，对我们两个来说呢，我的朋友来说呢，我们的所缘呢都是小明，但是我们所现起的形象呢却是不一样的。我现起小明的形象呢，是现起他是英国人的形象，但是呢，我朋友现起小明呢，他是美国人的形象。所以我们在讲述到所缘跟形象的时候呢，其实是有差别的。或者说呢，我们举一个吃的东西好了。当我和我的朋友呢是吃同样的食物，但是吃完以后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甜的，那我的朋友吃完之后呢，觉得是酸的。那同样呢，我们的所缘呢是同一个食物，但是呢，我所现起的形象呢是甜的形象，那朋友现起的形象呢是酸的形象。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所缘和形象呢是不一样的。有一点要注意的呢，就是不要呢，我们会认为说，执持平直是无常的这个了知，还有说执持平直是常法的这个了知呢，他们两者呢都有显现平直的形象，所以呢，他们两个的形象呢是相应的，不可以做这样子的理解。虽然说呢，他们两个呢都会现起平直的形象，但是你不可以因为说执持平直无常的心识和执持平直是常的心识，因为都有现起平直形象的缘故呢，所以这两者形象是相应的，不能够这样子去理解。所以呢，我们不可以因为呢，就是执持平直是无常的这个了知，还有执持平直是常的这个了知呢，因为它都现起了平直的缘故呢，都现起了平直形象的缘故呢，所以我们说执持平直无常的了知，还有执持平直是常法的了知呢，这两者形象是相应的，不能这样去做理解。为什么呢？就如同我们之前呢在讲述中观的时候呢，就有提到说，就是萨迦耶见呢，它的所缘。沙迦耶见的所缘是什么呢？沙迦耶见的所缘呢，是心绪之中的我，就是
心绪之中的我。那他的形象是什么呢？他的形象是自信成立的这个形象。那同样的呢，在讲到说萨迦耶见的呢，想要说就是指我的萨迦耶见，还有支持我所的萨迦耶见。那他们两个的形象呢都是自信成立，但是一个呢是支持我，一个呢是支持我所，所以这个呢还是要分清楚。就比方说他们两个所缘呢是不一样的，但是形象呢都是支持自信成立这一点，所以所缘和形象呢是要区分清楚的。所以就用同样的理路呢，然后可以应用在这个地方，就是了解到呢直平无常和直平常的这个了知呢，它的所缘呢是一样，但是形象呢是不一样的。这个就和萨迦耶见在区别指我的萨迦耶见和指我所萨迦耶见的区别呢，是在于所缘之上的不同，而不是在形象的不同。接下来呢，就讲到说所依相应，讲到的所依相应呢，就是提到说心王还有心所呢，这两者的不共真上缘呢是要一样的。那之前我们在心类学前面讲述就是根知还有意知的时候呢，就提到说呢，不共真上缘呢是具色根的呢，称之为是根知；那不共真上缘呢是意根所生的呢是意知。所以呢，如果说它的不共真上缘，心王的不共真上缘如果是具色根的话呢，那心所呢它的不共真上缘呢就要是具色根。那同样呢，如果说心王的不共真上缘呢是眼根的话呢，那心所的不共真上缘呢也要是眼根。所以呢，他们两者的所依呢，就是不共真上缘呢是要一模一样的。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时间相应。那所谓的时间相应呢，就提到说心王和心所呢必定是同时的升起，并不会说呢一个先升起，一个后升起，这两者呢一定是同时升起，所以讲到说是时间相应。最后一个呢，就是讲到说质相应。那什么叫做质相应呢？就讲到说同一个心王呢，那它所围绕的心所呢，只会有一个个别的心所之外，不会说有两个同类的心所呢同时升起。比如说一个心王呢，它要是有受心所的话呢，那只会有一个受心所跟随着它，不可能有两个不受心所呢跟在这个心王的旁边。同样呢，这个一个同样的心王呢，它的旁边呢如果有等持心所的话呢，就是我们讲的三摩地心所的话呢，只会有一个三摩地心所，不会产生两个三摩地心所。同样呢，智慧心所也只会有一个智慧心所伴随，不会有两个不同的智慧心所伴随。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譬如说我现在生气，那我生气之后呢，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那我又生气的时候呢，那这两个嗔心所呢，它并不会就是跟随着同一个心王，就是说这两个不同的心所，它一定是跟着各自不同的心王之外，不可能说这两个我升起嗔心前后升起嗔心的这个嗔心所呢，它所跟随的心王呢是同一个，这个是不可能产生的。所以一般我们在讲述到说就是同一个质相应的时候呢，是讲到说这个心王呢，它所跟随的心所呢，必定只有一个心所跟随出来，不可能有两个同类的心所呢会跟随在它的旁边。那这是一种解释。那当然有一种质心所，就是质相应的解释呢，是提到说心王跟心所这两者呢是同质的。那这个是另外一种的解释方式。我们在安利呢，就是所谓的就是五种相应的时候呢，那这一种是我们一般就是共同所承许的，就是五种相应的方式。那这个呢，也是世亲菩萨呢，他在俱舍论里面，也是下对法里面呢，也是如是的讲说。那这个也是我们一般共同所承许的方式。那不过呢，在集论里面呢，在讲到说五种相应的时候呢，那五种相应里面呢，就是所依相应，还有时相应、时间相应，还有质相应，这三者呢，是如同俱舍论所说的。集论里面是如何安立五种相应的呢？就是他在安立所缘跟形象相应的时候呢，是把它合起来，就是安立叫做所缘形象相应。但是所缘形象相应呢，就是我们要跟刚刚一样，就是它的所缘呢是同一个所缘，形象是一样的形象，但是不是说它的所缘跟形象是同一个，并不是这种方式去了解。就是说他把所缘相应跟形象相应合并为所缘形象相应。那这个时候呢，就变成说只有四种相应嘛，就是所缘形象相应，然后呢所依相应、时间相应，还有质相应。那最后一个第五个相应呢，它是把体性相应呢补上去。所以
它这两者呢，就是极论还有俱舍在安立五种相应的时候呢，安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无着菩萨呢，在集论里面呢，讲述到五种相应的时候呢，那至于体性相应呢，它是如何的做解释呢？那就提到说呢，心王如果是有漏心王的话呢，那心所它就要是有漏的心所；心王呢，如果是无漏的心王的话呢，那心所呢，它也就要是无漏的心所。那如果心王呢是善的话呢，那心所也要是善的；心王是恶的话呢，心所也要是恶的；心王是无记的话呢，心所也要是无记的。那如果说心王呢，它是欲界所摄的话呢，心所也要是欲界所摄；心王如果是色界所摄的话呢，心所也要是色界所摄。所以呢，这边所讲的呢是体性相应。所以呢，无着菩萨在集论安立的就是五相应呢，跟世亲菩萨在俱舍安立的五种相应呢，就是有一点不同。那所以呢，我们做一个收摄呢，就是为什么会讲到说五种相应呢？就是讲到说，因为在心的性相里面，就讲到说相应者，就是与伴随自己升起的心所呢相应者。那讲到相应的时候呢，就提到说有两种不同的相应，那就是世亲菩萨在俱舍论里面所讲的五种相应，以及无着菩萨呢他在集论里面呢所讲述的五种相应。那以色类学呢还有心类学呢，就是我们在学习色类学心类学的时候呢，最主要都是以就是下对法，就是俱舍论呢所承许的方式来做程序，并不是以上对法，就是集论里面呢所讲述的方式呢来承许这五种相应。所以呢，我们在了解到说，就是在结论里面讲到说，就是所缘形象相应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它的所缘跟形象呢是同一个，就如同我们刚刚呢在解释到，就是像讲到说我执的时候呢，它所执持的我呢是自心续的我，但是呢，它形象所现的这个我呢是自性成立的我，就是所缘的我跟形象的我呢，这两者是不一样的。虽然说都是叫做我，但是所缘的我是自心续的我，但是它所显现形象的这个我呢是自性成立的我，所以我们还是要区分出，就是所讲的所缘形象相应，并不是说它的所缘还有它的形象呢是同一个，并不是这样做理解的。那接下来讲述到呢，心、意、识三者呢是同意的，就提到说呢，心还有意还有识这三者呢，他们是同意，就是他们是互相周遍的。那我们在讲述到说意和意知呢，这两者就是要区分清楚。这边讲说心、意、识三者是同意的，但是我们讲到意知的时候呢，什么叫做意知呢？意知就讲说它的不共真上缘呢，是由意根所生的呢，叫做意知。所以意知呢，它包含了心王以及心所。那同样呢，意知呢，它也包含了就是心王心所以外呢，那不共真上缘是意根所生的这一些了知呢，都包含在意知里面。所以意知和意呢，两者是不同意的。所以呢，我们在讲述到意知的时候呢，其实意知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理解的话呢，就是它的不共真上缘呢，不是俱舍根的这种了知呢，全部都可以归类在意知里面，就是除了根知以外的了知，我们全部都可以收摄在意知里面。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心所的性相与自身所随从的心相应者，那这个呢是心所的性相。所以呢，后面讲到说相应者的时候呢，就如同上面在讲心的性相的时候，心的性相的时候呢，提到说都是要具备五种相应。那这五种相应呢是一样的。那所以我们这边可以了解到呢，心所呢它本身是能跟随的，那它所跟随的呢就是心王。接下来呢，就开始解释到就是什么叫做五种相应呢？那五种相应呢，就提到说以具相应的方式而存在。那举例来说呢，就是如眼识与其眷属受。那这边呢就讲到说，第一个呢是眼识。那眼识呢，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就是心还有呢识。还有呢，意呢，三者是同意的，所以当我们看到眼识的时候呢，就表示呢，这个呢是属于就是眼知里面的心王，所以才会用识。那既然是眼识的话呢，它是心王的话呢，那它就一定会有就是五种遍行的心所。那什么叫做五遍行心所呢？我们一般在讲五遍行心所的时候呢，就提到说是受、想、思、触。作意这五种呢，称之为是遍行心所。为什么叫做遍行心所呢？因为凡是只要有心王存在的话呢，它的
它的周遭呢，或者说它一定会伴随着呢这5种星所，所以一切星王身旁，一切星王呢，就是伴随着所有星王旁边的缘故呢，所以叫做遍行星所。所以呢，这边就以演示呢，因为刚刚讲到说示呢一定是星王，所以就提到说演示呢，还有它的眷属呢，就是寿星所这两者呢，然后来做一个譬喻。那心有什么作用呢？那心呢，其实就是它就是拿一个名字，就是好像说他做了这一些，但是实际上呢，比较辛苦的都是心所，因为都是心所在做事情。那心呢，它只是拿个名字而已，就是它只是在发布一些政令而已。实际上，在辛苦的都是作用，都是心所的作用。多谦，那我想请问，我听说菩提心是心王，那菩提心没有作用吗？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看菩提心的性相来看的话呢，它就是具足了2种欲心所嘛，就是它具了2种心所，就是2种不同的心所。那这2种心所呢，一个是就是2种呢，就是一个是自利的心所，一个是自利，一个是他利。那自利所缘的是菩提，那他利所缘的就是缘一切有情。所以同样呢，就是事情呢，也都是这个欲心所呢，他在做的。那菩提心呢，它也就像是拿一个就是好像在发布命令的这个人一样，真的在做事情的呢，也是心所在做的。它有点是像在按钮的那个人哦，往右按的时候你就往右边去忙，往左边按的时候呢，你就往左边去忙，有点类似这个样子。我们就是举一个就是一般在区别心王跟心所的时候呢，心王比较类似于就是去入于体性，那心所呢就是各个不同的作用。就比如说呢，当我们的心呢去入于平直的时候呢，那心去入平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讲说心去入于平直之后呢，那对于说这个平直呢，它到底是大还是小，或者说我们去入这个瓶子之后呢，那感受呢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升起的呢是乐受呢还是苦受？或者说我们是否有一心专注于这个瓶子之上呢？那这些作用呢都是心所的作用。那心王的作用是什么呢？心王它就是总的呢，就是去入于瓶子这一点呢是心王的作用。那其他的就是个别的这种各个不同的这种比较细部的这种分类呢，是属于心所的作用。那心王就是体性上的作用，就是去入于瓶子，算是心王的作用。谢谢仁波切。那可以说心所就是怎么讲分支那个一个一个细细的项目，然后心王就是总的。就是说，对心呢，它像是就是一个总的一个作用，那心所就是个别，它下面个别的这种作用，这样理解是可以的。那这边就呢说，看到花呢是演示心王的作用，那认为花好不好看呢是心所的作用嘛？那人们就回答说，就是没有错的，就是心王的作用就是去入于这个境。那去入境之后呢，认为花好看不好看，或者说你去入看到这个花之后升起乐受苦受等等呢，这些就是属于心所的作用。就像呢，我们手在拿笔的时候呢，那这个手呢就有点类似心王一样。那我们手把笔抓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像我们的心去入于境的样子。那每一根手指头呢，它有它各自不同的作用，所以呢，我们不能说呢手指头呢是手，也不会说手呢是手指头，但是把手拿笔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手的一个总的作用。但是虽然说总的手呢，它本身有这样作用，但是每一根手指头呢，还是有它个别不同的作用，就类似这个样子。就是呢，这边要做一个区分，就是我们在讲述到说呢，就是我们的眼视呢，看到花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会去就是看到花的颜色、大小等等这些呢，这个是属于心所，就是作意心所的作用。我们后面就是在讲无片行会讲到它的一个作意心所，这个是作意心所的作用。他看到花的大或是小，看到花是蓝色、红色，或者说看到花的颜色、花的大小等等，这些是作意心所的作用。那分别是如何产生的呢？分别是透由我们的非理作用，就是看到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内心去支持说，哦，这一朵花呢是好看的哦，这一朵花呢长得怎么这么不好看？这种才是分别的作意。那本身看到花是蓝的、黄的、红的，或者说看到这个花是大是小，这个是作意心所的作用，所以并不是说它是分别心或是分别知。
所以呢，我们在讲述到说，去分别说这个是好的，就是透由我们的非理作意呢，然后去区分说，这个是好的，这个是不好的呢。那这种呢，就是分别的，就是分别知。那同样的呢，分别知里面它也有它的作意心所嘛，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作意心所它都是根知，它也会有这种分别知的作意心所。所以这种分别知的作意心所呢，它会去区分出说，这个是好的，这个是不好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分辨呢，就是好或是不好的时候呢，它是作意心所的作用。所以这个作意心所呢，它不一定要是分别知。就像说呢，以世尊来说的话呢，世尊他也能够去认为呢，这个是好，或者说这个是不好。但是世尊的心绪里面呢，并没有分别知。所以我们在讲述到说，能够去辨别它是好或是不好呢，是作意心所的作用。那作意心所它不一定要是分别的作意心所。那所以呢，这边在讲述到说，就是眼识呢，还有其就是眷属受心所二者呢，他们是具相同的五种相应。那第一个呢，就讲说同一个所缘呢，所以他们是所缘相应，就是说呢，眼识呢，它的所缘是平直的时候呢，那这个受心所呢，它的所缘也是平直。那第二个呢，因为执持方式相同呢，故形象相应，就是呢，这个眼识呢，如果执持平直是无常的话呢，那受心所呢，也要执持平直是无常。那眼识如果执持平直是常的话呢，那受心所呢，也要执持平直是常。所以呢，这个讲到说呢，它执持方式相同的缘故，所以形象相应。那因为呢，同一时间故时间相应。那因为是同时产生的缘故呢，所以是时间相应。那是同一个不共真上缘呢，所以是所依相应。就是呢，眼识呢是透由不共真上缘具色跟眼根而生的，那其受心所呢也是透由不共真上缘具色跟眼根所生，所以是所依相应。那因为各个眼识的执产生时，其伴随的受也仅对应同一个值而产生，故值相应。也就是说呢，眼识呢，它只有一个它产生值的时候呢，只会有一个受心所呢跟着产生，不可能同时产生两个受心所，所以呢，称之为是值相应。这边呢，就是特别讲述到所依相应。所依相应呢，讲到说是透由不共的真上缘的缘故呢，所以是所依相应。所以我们可以从所依相应了解到呢，心王跟心所呢，它必须要是就是在同一个有情的心绪里面所产生，因为它的所依呢是一样的缘故，所以呢，它必定在同一个有情的心绪里面呢产生。不然的话呢，我们只是讲到说其他的呢，像是所缘相应、形象相应，或者说呢，在讲到值相应的时候呢，两个不同的有情呢，它也可以升起同样的所缘、同样的形象。或者说呢，同样的值相应，就像是小明跟小华两个人呢，他们两个呢，在看到平质的时候呢，他们的所缘都是平质。那在执持形象上面呢，就是小明呢，他可以把瓶子执持为是小的，就是执持这个是小瓶子，那小华呢，也可以把它执持为是小瓶子，所以他们两个的所缘跟形象呢，都是相应的。那同样的呢，就是小明呢，他在他的眼识呢，在执持瓶子的时候呢，那同样的，这个眼识呢，伴随的受心所呢，也只会有一个。那同样，小华呢，他的眼识在执持瓶子的时候呢，他这个心王的这个伴随的这个受心所呢，也只有一个，所以也是值相应。所以能够显示是同一个有情心绪的呢，就只有所依相应而已。所以呢，我们就从这边可以了解到呢，就是虽然说呢，其他的呢，就像是所缘相应、形象相应，或者说值相应这些都相应的话呢，没有办法去安利到说，就是小明跟小华呢，他们两个的眼知呢，以及他们两个的眼识呢，以及他们的受心所呢，这两个不同有情心绪里面的受心所呢，并不是具备五种相应的。那唯一能够成立它不是五种相应的最主要原因呢，就是所依相应。为什么呢？因为小明心绪里面呢，就是看到瓶子的这个眼识呢，它的不共真上缘一定是小明心绪里面，小明呢他的心绪所设的眼根，所以小明心绪所设的眼根呢，不可能成为小华呢他的眼识呢的不共真上缘。所以呢，透由不共真上缘这一点，就是所依相应呢，就是透由所依这一点，可以区分出小华跟小明他们两者的眼识呢，并非是具备了就是五种相应。
所以呢，光仅仅是所缘相应、形象相应，还有执相应呢，是没有办法成立说就是两个不同的有情呢，就是一个有情的心王和另外一个有情的心所呢，他们两者呢是相应的，就是这个心王跟这个心所这两者是相应的。那同样呢，在讲到说时间相应的时候呢，就是我心绪之中的演示跟他有情心绪之中持平者演示呢，有可能是同一个时间升起来的。虽然说不可能的时候不会同时升起的时间很多，但是有可能。但是光这个有可能就比方说有机会是同时升起的，所以光时间相应这一点呢，也没有办法成立到说心王跟心所呢是一定要同一心绪的有情之中升起。所以呢，唯有透有所依相应呢，才能够去除掉呢，就是他有情心绪之中的心王跟我心绪里面的心所呢，这两者是相应的，就唯有透过所依相应这一点呢来去除。接下来呢，这一段话就讲到说呢，此等性相呢，是以使人了解为主，而若以断除语病为主，则于任何性相中，当以自己一词为始时，亦须于名相上加上自己是彼的之语，自己是彼的名相之语，就自己是彼性相的名相之语。那这个呢，就讲说，在这边所讲述的，就是我们上面所看到的呢，与伴随自己升起的心所相应者，还有说呢，与自身所随从的心相应者呢，这两者方为心和心所的形象呢，这个是为了使我们帮助我们了解呢为最主要的目的而安立的。但是如果说为了断除呢，就是语病，就是在辩论上的时候呢，如果要断除语病的时候呢，那我们在性相的时候呢，就是自己与伴随自己升起的心所相应者呢，是自己心王的性相。那同样呢，自己与自身所随从的心相应者呢，是自心所的性相，就是要这样子加上两个都是要上自字呢，那这个才能够断除语病。这边呢，就是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安立呢？就是为什么断除语病的时候一定要加上自字自己呢？就是说，如果说因为在辩论里面有一种辩法呢，就是讲到说，就是有法无效的时候，就是这个有法不具备它的效力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讲说兔子脚有法，因为我们讲说，像如果说刚刚呢，就是我们如果不是以这个使人了解，而是在字面上去辩论的时候呢，那如果说与伴随自己升起的心所相应者是心的形象嘛，我们会说是嘛。那如果是的话呢，那一个是性相，一个是名相的话，所以这两者呢，它是要具备周遍八门的。所以呢，有与伴随自己升起的心所呢，就一定要有心王嘛？那我们会回答是嘛。但是如果说我们是以就是有法无效的这种辩论的时候呢，那你把有法放成兔子脚的时候，就是说兔子脚有法，就是有与伴随自己升起的心所相应者嘛？你知道这样问的时候呢，答案是有的，因为呢，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兔子脚有法呢，它这有法是无效的缘故，所以不管你这有法还是放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与伴随自己升起的心所相应者呢，它是一定是存在的。那不管你兔子脚有法呢，有心王吗？你这样问的时候呢，当然是有心王，因为这个心王跟兔子脚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它这个辩论里面就讲说，这个是属于有法无效。但是你如果加上说自的时候呢，就是自与伴随自己升起的心所相应者是自之心的性相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你放兔子脚就没有办法成立。为什么呢？因为论事就变成说兔子脚有法，自与伴随自己升起的心所相应者是自心的性相。这个时候对于兔子脚来说就不合理了。我会说兔子脚有法，这个字加上去的时候呢，第一个这个字就讲到说兔子脚，那兔子脚还有心王吗？当然是没有啊，兔子脚它自己没有心王的缘故，所以这个边就是说为什么要加上字，就是一开始为什么要加上字呢？就是为了断除语病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辩论是用这一种有法无效的方式去做辩论的时候呢，那兔子脚安立上去呢，就会有一点变得怪怪的，就会有语病上的过失，所以才会说要在前面呢加上字，然后才可以断除语病。所以人们现在这边就举一个比较简单的譬喻，就是说人们现在中文叫定中天嘛，或者说我们直接用仁波切好了，就是如果我们在说人们切有天空吗？这样子问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回答有嘛，因为仁波切跟天空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所以你这样说仁波切有天空吗？那一定会跟他说有。但是呢，如果我们的问法是问说
人不界有你的天空吗的时候呢，有你的天空吗？那人不界就是说没有嘛。所以我们在讲述到说，所谓的就是有法的时候，就是如同这个样子。但是说兔子脚有法有天空吗？或者说兔子脚有法有心吗？那这个时候是有心的。那兔子脚有法，兔子脚有法有你的心吗？那有你这个你字就变成说，你要把兔子脚带入进去，就是这边所说的字，就是你要把自己这个带入进去。兔子脚有法有你的心吗的时候，就是变成说兔子脚有法有兔子脚的心吗？那兔子脚是没有心的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无法成立。所以为了去除这种语病上的过失，所以才要在前面，就是性相的前面还有名相的前面呢，都要加上字的原因呢，就是为了断除这种语病。为什么说就是要在性相和名相之前加上这个字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周遍八门里面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说有性相呢就要有这个名相，最主要就是在这个有的这个周遍的时候呢，会产生这些麻烦的缘故，所以呢才要在性相还有名相之上呢加上字，加上自己或者说加上字的原因。就是说呢，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在讲述到说，就是有法无效的时候呢，就比如说我们在问一个就是比较总的一个问题，就像这边我们在说所知有法有因吗？所知有法有因吗？在问说有所知有法有因，或者说有果吗？就是因果这个有因或是有果的时候呢，有因吗？最主要是问说，就是一般在问说因存不存在，跟所知本身呢是没有任何关联的。所以讲到说所知有法有因吗？回答的时候会说有。但是如果说所知有法有自因吗？如果这样子问的话，我们会回答说没有自因。为什么？因为所知是常法。这样大家可以听得懂吗？就是说有自因跟所知有法有因吗？其实纯粹问说因这个东西存不存在，那当然会回答有嘛，因为所知有法有因吗？问的时候呢，就只是问说因这个东西存不存在，那因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我们问说所知有法有自因吗的时候，就变成说问说所知它有没有自己的因，那这个时候呢就回答说没有，因为所知它是常法，所以不会有自因，所以是这样去做区别的。今天呢，就是因为已经超过10分钟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